好，来继续来看台中市的警方抓到一团诈骗集团，抓到主嫌在内总共14个嫌犯，因假做是中国的公安，诈骗到中国的民众，有80个人受骗，骗到1200万。真正是抬头的生意有人做。这国外新冠病毒的疫情是真严重，嫌犯无顾到性命危险，竟然到全球确诊人数第6座土耳其，甲第8座罗马来架设到诈骗的机房。警方攻破到台湾的机房了后，嘛掌握到嫌犯伫国外行踪。等因飞返来台湾，居家检疫14天一日结束，一踏出到房间门，马上甲因牵起来。大批员警全副武装弄开大门，2、4门一个弄破，冲入去掠诈骗集团的人。警方兵分5路，伫桃园、台中、高雄、台南、甲苗栗掠到包括姓郑主嫌在内14个诈骗嫌犯，因假做中国公安骗中国人，一年来骗80个人，得手1200万块。他们化整为零以小组化的方式在民间的住宅的大楼里面隐身在里面诈骗集团为了比警方集团中有5个人，唔惊国外肺炎的疫情较严重，去全世界确诊人数第8座罗马，还有确诊人数第6座土耳其，架设诈骗机房，真正是爱钱无爱命。一直到台湾这边机房被攻破了后，因才为国外飞回来，拢要接受居家检疫14天。警方将每一个人等因检疫结束，踏出门，拢总抓起来。你在哪里？妈妈，你在哪里？诈骗集团真正抓袂了，这个负责人干后生讲电话讲到哭出来。他说你贩毒，你跟朋友去。你跟他确认有没有了？这个负责人接到诈骗电话，讲伊伫国外读册后生买毒品，互人乌食乌掠去，要求赎金。这个做老母的真着急，完全失去理智，险就汇款予对方。加在警方甲银行行员及时甲阻止，将这300万保掉咧。